如果講起 Lenovo 咧，可能大家都會知道嘅就係我哋嘅 ThinkPad 係咪？咁啱啱 Tanya 都講咗咧，我哋而家倒數緊 FIFA。其實我喺嚟呢個 event 之前咧，其實啱啱係喺Hong Kong Jockey Club 同香港即係賽馬會係有一個 FIFA 嘅 partnership。因為其實 Lenovo 除咗係 device number one in the market 之外咧，其實喺過去嗰5-6年，我哋發展咗好多 AI 嘅平台啦、技術啦、服務啦，以至到一啲infrastructure 嘅hardware 啦。其實 Lenovo 亦都係 FIFA 全球官方嘅技術合作伙伴。我哋為咗 FIFA 做咗一啲好特別嘅 AI 技術，包括一個叫做 FIFA 嘅 AI Pro， 同埋咧你可以用運動員或者裁判嘅視覺去睇到嗰個賽事，令到嗰個 fans 或者嗰個user experience 更加好嘅。咁我想喺度想講嘅咧，就係除咗多謝大會頒呢個混合式 AI 嘅獎項俾 Lenovo 咧。因為要有混合式 AI 咧，其實先做到頭先我頭先提嘅一啲嘅技術出嚟啦。咁我更加想希望就係今日在座其實都好多香港嘅企業啦，紮根香港好耐啦，我都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好似 Hong Kong Jockey Club 咁，喺唔同嘅運動啊、大型項目啊，或者咧任何技術 AI technology 嘅合作咧，可以令到香港更加熱鬧，令到香港可以更加係向海外發展更多。唔該晒，thank you。